经过半年的筹备甲设置，有100年历史的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上午正式成立医学美容中心。位置就设伫个门诊的2楼皮肤科边仔。虽然占地无大，但拥有专业优质的医疗团队，并且采购上新的医美雷射器材，同时提供肉毒加玻尿酸的微整形的注射服务。我们的占地目前虽然不大，可是对市面上就是一般提供的医学美容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美容护肤的疗程，或者是这个光电雷射的治疗，还有微整类的注射，以及这个术后专业保养品的贩卖，我们都有提供。那我们有个人和私人隐秘的美容床，以及2间这个隐秘的雷射治疗空间，以及个人专属的医师诊疗室以及治疗室，可以来提供我们的微整注射并且我们还有提供来做医学美容的这个客人一个休息的场所以及这个美容师术后卫教咨询的空间。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供呢，我们来做医学美容的顾客一个独立的柜台，可以用来预约以及批价结账，让它与这个传统医学的客人做一个分流，不会就是会有更高的隐秘性和方便性。台南病院院长杨延官表示，该院的医美中心经过专院员工的票选，号名叫做城南光彩美学中心。设立的同时，并不是盈利为目标，而是整合相关的科别，提供伤病患或者是需要美容的民众一个专人照顾的优质医疗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